接下来是有天籁吟社的社员以河洛汉语来吟唱古典诗词。周丽玲，她是天籁吟社的新进的社员，诗是于美玲老师学习吟唱，杨维仁老师学习古典诗的创作。这两位老师都是我们天籁的宝，所以呢，怪不得出了这么好的学生，这么杰出的学生。还要吟的是杜甫《咏怀古迹》第3首《群山万壑赴荆门》，请。咏怀古迹第3，作者杜甫。群山万壑赴荆门，心中明辉尚犹存，一曲期待连双步，独留青天向黄昏，花朵新色春风眠，还悲空归月夜昏，千载琵琶作何物，魂明冤魂曲中哇，余韵荡漾。